我哋一齊睇下韻母咯喎。嘴巴張大，啊啊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嘴巴圓圓，哦哦哦，波波波波波。嘴巴扁扁，嘴巴展開，捲起舌頭，呢個就係韻母嘅第一啦，有5個。一齊去睇下第2個嘅韻母啦。其實佢應該係韻母牙齒對齊，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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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， 嘴巴突出，啊啊啊，嗚嗚嗚嗚嗚。嘴巴長開，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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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。呢個就第2個嘅聲母，第2個韻母一齊睇下聲母咯喎。